昨日时啊，各地拢真热，温度拢真悬，骑乌多摆就上惊等红灯的时间，袂少人拢真巧，拢找较凉的所在停落来。要毋过爱说字，路边若有画红线，你若违规停车，会有交通的开罚单。红灯时，这些骑士为了躲太阳，都会把车停在树荫底下。不过要留意了，因为地上画的是红线，停在这可是会吃上罚单。 第一头的机车骑士等红灯上痛苦，每少人拢会去路边有墙的所在避日头，但是向外面看，路边画红线，这是违法的，像安尼嘛袂使。如果你的机车停到了公车停靠区，同样也是违规。机车无停伫停止线前面是路边乱停，会造成后面的驾驶袂护险，容易发生堆龙的事故。如果机车停在红线，或者是公车停等区，或者是在没有紧靠右侧去停放的话，会处以300到600元的一个罚款。为着要闪避日头，唔通看到墙的所在就停车，来造成后面骑士困扰。像安尼违规停车是被开罚单的。